科技賦能教育一直是中文路的使命。2019年，中文路成立香港分公司，專注通過科技為港澳地區個人、學校和社會提供普通話教育服務。如今，我們已構建起涵蓋課程教學、賽事舉辦、自主學習三位一體的智慧教育生態。科技賦能中文課程。作為核心業務，中文路通過 AI 技術為3至18歲學生及成人提供全場景中文學習方案，從線上普通話課、中文補習到商務漢語、日常會話，乃至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輔導，我們提供1對1、1對多的精準教學服務。迄今已累計培養超過2萬名學生，完成超過80萬課次之高質素教學。科技賦能朗誦比賽，我們的 AI 技術不僅改變課堂，更重塑賽事體驗。在香港連續舉辦4屆的普通話朗誦比賽中，自然的語音 AI 評測系統以快捷、精準、公平3大特點革新傳統賽制，初賽海選效率提升300%以上，評分準確度達專業級水準，成為香港最大規模的普通話賽事之一。今年更將成功模式輸出海外，在印尼、泰國學界成功複刻賽事體系。科技賦能中文自主學習。中文路的 AI 中文自主學習系統，主要服務香港中小學，讓中小學生可因應自己的能力、興趣度身訂造個性化學習方案。透過語音評測系統即時反饋發音問題，並即時指出錯誤讀音之聲母、韻母、聲調問題，附以正確讀音示範加以糾正。老師可輕鬆整理校本素材，即時生成拼音及 AI 錄音。平台更提供多維度個人及班級分析報告，讓老師照顧到不同學生的學習差異，大大提升教學效率。中文路的 AI 功能貫穿教學全過程，涵蓋聽說讀寫多個維度，賦能老師高效的教，學生方便的學，學校科學的評。5大 AI 核心功能：第一， AI 語音評測全面分析流暢度、完整度，精準定位學生的聲母、韻母、聲調問題。老師可自定義評測素材，增加學生針對性練習普通話的機會，提升發音準確性。第二， AI 場景對話模擬不同場景的普通話互動，提升學生聽力和口語流利度，讓學生擁有更多練習普通話對話的機會，增強說普通話的信心。第三， AI 說話評估，聽取學校不同意見，配合學生的需要。中文路增設了個人短講、看圖說故事、話題討論，給予學生無顧慮說話訓練。第四， AI 普通話聆聽，幫助提升學生的普通話聆聽能力，增強中文拼音識別與拼讀技巧，優化學習效率，縮短學習時間。強大題目庫，讓老師按效能需要導出題目，強化學生拼音及聽力能力。第五， AI 作文批改、手寫繁體字識別技術實現多維度智能批改，拍照上傳方便快捷高效，從多個維度批改並生成詳細報告，從主題、結構等維度為學生的作文提供評分及改進建議。從香港出發，向世界邁進。中文路始終以 AI 為獎，以教育為舟，用技術消除語言學習壁壘，用創新傳承中華文化精髓，用專業締造教育新範式。我們不僅是普通話的傳授者，更是智慧教育的開拓者。在這裡，每一條中文學習之路都將通向無限可能的未來。中文路，成功路。